1967年我考入政府做2級行政主任嗰陣，我曾經同自己講過，我會做好呢份工。40年後嘅今日，我決定參選角逐連任特首。我亦都借呢個機會向大家承諾，我會做好呢份工。你可能會話，做特首點可以當係份工咁就算啦？對我嚟講，無論係而家做特首呢個崗位，抑或40年前我啱啱加入政府做2級行政主任嗰陣，職責雖然係完全唔同，但係我付出嘅熱誠同埋對工作嘅尊重係全無分別嘅。我覺得無論你喺社會邊一個位置，都應該時時刻刻咁盡心盡力將工作做好，將任務完成。不但對自己有所交代，亦都冇辜負到社會俾你嘅責任同埋期許。呢40年嚟，我喺不同嘅崗位同香港人一齊經過大大小小嘅風雨。70年代做財政管理，80年代開發沙田新市鎮，其後處理居英權。90年代要準備回歸，回歸之後又面對金融風暴，03年沙士疫情等等。無論係起抑或者跌，高或者係低，我都會同自己講，我會做好呢份工。嚟緊呢5年，對我同對香港都係重要嘅5年。如果我當選，我希望可以創造一個優質而且和諧嘅大環境，打好根基，為以後締造更美好嘅5年、10年、15年、50年。我希望透過今次嘅競選，可以同社會人士喺不同議題交流，從而達到共識，再用務實嘅態度嚟執行。香港係我哋嘅家，如果大家將管理香港呢個責任交俾我，我一定每日都提醒自己，我會做好呢份工。